係 Leo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大埔天鑽19座中層 D 室，佢係一個3房開廚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86尺。我哋一打開大門並冇玄關位，左手邊係開放式廚房，而右手邊就係單位嘅客飯廳。開放式廚房設有明火爐頭，一字排開嘅佈局，只有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外面嘅景觀。主要望向屋苑來源同埋右手邊迎風翠地方向嘅小山丘。左手邊會係第一間睡房，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。另一邊嘅走廊就可以通往2間睡房同埋浴室。右手邊係第一間睡房，同樣都係有落地玻璃。望返內園同埋山景，而浴室保留咗發展商嘅加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會外設一個工作平台，預留咗擺放衣櫃嘅位置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。多謝收睇。